来看今仔透早2点外，高雄有一台救护车甲轿车相撞哦。这台载8人的救护车驶到新兴区，伫林森1路甲6合1路的路口，甲一台轿车弄做伙，加载是无人受伤，双方嘛拢无啉酒。这台轿车虽然是青灯哦，也毋过伊无让救护车行驶，会互处罚。敢是去翕到轿车伫市顶的时阵，经过这个路口，但另外一边的路口，救护车驶真紧冲过来，双方随去弄着。因为我没有停车在往前，然后但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减速这样，那我这边刹车不及。救护人员较紧回报嘛，确认车顶的患者无受伤，紧互另外一台救护车接送去病院。发生事故救护车是万马落去，轿车是正后边的车身受损。代志发生伫12半暝2点左右，一台属高雄市消防局新兴分队的救护车，载患者当要去高医来就医，但是经过新兴区林森1路和6合1路的路口的时阵，所含细张的查甫人疑驶的这台轿车去弄着。刚开了就开过来，他们刚有点快，没注意到他。哦，是救护车正好要那个。对。还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我没注意。哦，没注意，你是绿灯嘛？哈，绿灯直行嘛。对。警方初步了解，这救护车伫执勤的时阵，有照规定开警察鼻仔含警示灯。这细张的查甫人虽然是青灯直行经过这个路口，但是伊无让救护车，嘛是依法爱红罚。自小客车沿着6合1路往东直行时，未注意到救护车沿着林森1路往北直行，后续张染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2项，未礼让救护车告发。幸本次交通事故无人受伤。警方表示讲，这双方拢无食酒驶车的情形，除了依法对细张的查甫人来裁罚，确实的肇事原因，续落来嘛会进一步调查厘清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